子，闺女回来了。你妈刚才在这儿问你这个生孩子是什么态度呢？我找着工作了，月薪多少？月薪1万。1万呐！嘿，哇，哎，什么公司给你这么多的月薪呢？好啊，那我明天去看看。啊？你这个将军令下的可有点大，还1万的工资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工资在我们公司就是部门经理？那怎么办？死马当活马医，先打消你妈让我生孩子的念头再说。你这么做就是为了逃避生孩子啊？还骗我妈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妈发现了怎么办？我真的找不到，我假的还找不到吗？喂，干嘛呀？果果，着急着急，明天你帮我多找一些群众演员，哎，1人200的就行了啊，最好是要找贵妇型的啊，看上去50多岁，像一个公司老板娘的样子，然后哎，不能比我婆婆好看。200块钱，你还想找高大上？你没事吧你？你干什么找群众演员啊？给你婆婆唱大戏啊？那我骗我婆婆说我找到工作了，月薪1万呢，她不相信，她非得说明天要去我公司看看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来找你了。1个月1万块钱，就为了不生孩子？哎，我说王可可，你现在这个胆儿是越来越肥。那我不是找不到别的办法吗？所以我只好来求你了。行吧，看你那么可怜兮兮的，我就再帮帮你。你真是我的中国好闺蜜，少给我来这套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明天什么地址啊？什么公司啊？几点在哪儿啊？行了，我短信发给你，好吧？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OK，拜拜，搞定。老婆，这不是我说你啊，我觉得你把这个谎撒得有点大了。现在那是一边要我生孩子，一边我找不着工作，我怎么办？老公，你放心吧，你就祝我明天演出成功。可可，这真是没想到，这么高大上。当然了，这我还能骗你吗？哎，妈，您看，那个灯里还有章鱼。哦，还真是啊，真够好的。妈，这是我们徐总。哎呦，徐总你好，你好啊，我叫李美琴，我是可可的婆婆。哎呦，看咱们俩的岁数是差不多啊。哎呀，你真是够有本事的，这公司做得这么大，这么有成就，向你学习啊。哪里，可可人长得漂亮又很干练，来我这里是帮我们了。哦呦，我们这边请。哎，请进。这么多群演，200、400、600，天哪！这个果果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你们2位要不要喝点茶？不用了，妈，别打扰总裁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对，徐总真的不能打扰您了啊，那我们就走了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可可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批评她，不要客气啊。你放心啊。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留步，走吧，可可。妈，您看我们公司规模那么大，员工那么多，这下您总放心了吧？哦，对了，要是论气质，您可比我们老板强多了。可可呀，不要拿这些甜言蜜语来糊弄我啊！如果你真在这家公司上班，你就要好好给人家干。如果是假的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真得去上班了，那您先回去吧。好，不耽误你，加油哦。
喂，说话。喂，你搞什么呀？我让你找几个群众演员200一天的，你给我找20、30个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财务危机啊？还有，你找的那群众演员也太不专业了吧？怎么能随便动人东西呢？那万一赔坏了，我不都得赔吗？人家才不是群众演员呢，人家是丽佳集团的总裁，总裁徐明的妈妈，亲妈。我跟你说，那些员工可是真员工，一分钱都不收你的。都是真的。啊！你吓死我了！这个许明呢，其实以前是追求过我的，只不过后来我决定去北欧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都结婚了，也算是有缘无分吧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他妈那是真心喜欢我，所以才会帮你的。我的亲奶奶，你这回可帮了我大忙了。那我该怎么谢谢你呢？你先亲一个，收到没有？王可可，你在亲谁？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去上班吗？你在这儿打什么电话？我现在就去。站住！可可呀，别再装了，跟我回家。你说说你啊，满嘴的谎话，好好在家代孕多好，人家别的姑娘都会羡慕你，你可好，到处去折腾，还说谎。可可，今天你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你别想出家门啊！我不想在家吃闲饭，让小菊一个人负担家里。说谎能挣到钱呐？可是我要生了孩子，我就更赚不到钱了。你这就是为了不想怀孕找借口。我养你们，我不想那样。我这么年轻，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。我知道，我30岁了，生孩子有压力。您这么想也是为我好。可是正因为我30岁了，我才不能跟别的小姑娘似的，张嘴就来，伸手就要啊。妈，你就让我出去找工作吧。现在要出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，真的太难了。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妈，求您了，您就让我出去找工作吧。哎呀，不是不让你出去找工作啊，你可以出去找工作，但是怀孕的事情也不能耽误。这真是蒋梅花的吗？我们这边少了很多代理的业绩，而蒋梅花亲戚家的公司正准备和那些代理签约，这很明显就在抢我们的生意。立刻让他走人。是。看，奖金我数数多少4000。？4000啊！这个月已经是发了第2次了，加起来都上万了。没想到小财务也有春天。怎么样？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还是你的职场生涯比我有希望。我养你。我才不要呢！我长得这么貌美如花，不去职场露露脸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露给谁看？谁欣赏我，我就露给谁看呀。只有我欣赏你。小花，你还磨蹭什么呀？赶紧滚蛋吧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擅自飞单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你还指望我们怎么对你啊？老板对你已经够不错了。我真没想到会栽在你的手里。那也要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。怪只能怪你自己，太不小心了。张倩倩，你的狗尾巴被摇到天上去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摔得很惨。
说完了吗？滚吧！把我当你的垫脚石，我之前真是瞎了眼，对你那么好。慢走不送哦。你想把我们赶到大马路上去睡呀？你的日子也好过不了。告诉你，我还不想活了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吵什么呀？别打这套瞎胡，老娘我可不是吃素的。你们都在这住了好几年了，可别坏了我的规矩。不就是晚交几天房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几天？1个月有几天啊？哎，你是他儿子，那这个钱你来交。嗨，你就不能再宽限几天呢？我说过了，现在拿钱，不然就给我搬出去。你行了，房租多少钱？我给。6800。这是7000，不用找了。有这么一个能挣钱的儿子，还装什么穷？下不为例啊！我这个房租啊，都是3年前的价格了。现在外面的行情，你去打听打听。妈，你怎么能跟人打架呢？万一伤着你怎么办？他要赶我们走，我还不得拦着呀？万一他动了家里的东西怎么办？妈，你看我们家还有什么能让别人动的东西吗？哎，对了，姐姐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爸，这是小俊给你买的。是吧？哎呦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立昌足浴，乐活百年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用不着这个，平时我又锻炼身体，这个还是送给你爸吧。爸，给你买的就别客气了。现在我们家小俊有钱了。就是啊，爸，我跟我老婆我俩困难的时候，你跟我妈都帮过我们。这是买给您的，这算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心意我领了啊，这个还是送给你妈用吧啊。爸，我也给我妈买了一个。哦，她也有了啊。那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但是这大水啊，这个呀，泡脚都有讲究，不能泡时间太长了。嗨，他妈是护士，什么不知道啊？啊，对，是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说你们花这冤枉钱干什么？小俊又发奖金了。嘿，我们小俊的春天就要到了。跟你们说啊，现在不能随便花这些冤枉钱，这是勒紧裤腰带的时候。妈，这是孝敬您的，您怎么还不高兴了呀？跟你们说了要节俭，现在房贷还没下来呢，啊，这怎么能乱花钱呢？行了，我知道，快打开看一下。哎，别拆，为什么？退了。退了。买都买了，人怎么会让退呢？包装没拆，准能退。来，快走。哎，哎，静静母，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老王啊，我来呢是要跟你说点正事儿。这个可可呀，对生孩子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抗拒，你要帮我做她的思想工作。哎，这种事儿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哎呦，老王啊，可可的年纪耽误不起了，都33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就这么想的，趁孩子嘛还年轻啊，把这孩子给生了，咱俩呢身体都还健康，可以帮他们一把，是不是？我身体没问题啊，关键是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坚持喝我做那汤。哎呀，老王啊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这汤呢有什么神奇的地方？我真的坚持喝了，可是任何感觉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之前你没喝我做那个汤的时候，你内分泌啊肯定有些不稳定。你现在喝这个汤以后，你看看各方面，你都情绪啊都挺好吧？哎呀，要不然说你这个中医啊，我这是当护士长的，我任何的检验指标你都没看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内分泌失调啊？您再是护士长，我是医生，我能看出来。就拿你这个爱发脾气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更年期没什么可怕的。老王，
我没到更年期呢啊，我还年轻啊，这是怎么就更年期？亲家母，我是医生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还护士呢，我真没到更年期。耶，哎呦，啊，我老王，这洗脚盆儿，哎呦，我就说你这人爱占便宜。你明明知道可可和小俊他们的经济状况，你居然还收下这个洗脚盆，给他们增加经济负担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这是女儿女婿对我孝顺，怎么了？这叫占人家便宜。什么占便宜啊？哎，这是他们的心意，你不是也有一个吗？是啊，我有一个呀，我心疼他们给退了。啊，退了？那我也退了吧，反正也没用呢。你退了他干嘛呀，爸？我可不想让人家说我占孩子的便宜。爸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你爸呀，不是为了这点钱小气，他呀是计较你们买了洗脚桶先给我，我不要了呢，你们才给他的，他是心情小气了。就是，早知道这样，不收这桶。爸，那个洗脚桶呢，我是专门买给您的。我知道你们是孝敬我啊，但是有人诚心逗我呀。我知道他身体不好，我也不计较。谁身体不好了？听我的没错，好好调理，别没事找事儿啊。谁没事找事了？妈，您别跟我爸一般见识。对，妈，爸，那个洗脚桶呢，我确实买了2个，而且一模一样。你跟妈一人一个。喂，马经理。什么？贷款有问题？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告诉我贷款有问题？是啊，我老婆是没有工作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她说你现在没有工作，贷款下不来。那我们就不用供楼了？什么呀？你贷款下不来，你就没有办法过户呀？可我们都已经住进去了呀。哦，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吗？那我找着工作不就可以了？今天有什么想吃的，你们尽管点啊。你看啊，我弟就是有出息，是吧？今天啊，幸亏有健健在，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。那个房租啊，我跟你哥会尽快还给你的。啊，没事儿，嫂子，咱都是一家人，算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这几千块钱就算了。妈，我现在当经理了，工资翻了好几倍，而且我还有提成，一个人也花不完。以后你们要有用钱的地方，尽管告诉我。嘿，我小儿子啊，就是有出息。妈，您这是在骂您大儿子呢？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你看看你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有什么长进呢？要不然我们先点菜吧。嘿，让健健点，健健见识广。健健，你点。今天给哥点几个硬菜，我下酒。啊，行。哎，服务员，点菜。啊，你好，请问葡萄在家吗？是你啊，我们小姐不在，你走吧。陈妈，太太，我知道了。你真的喜欢葡萄吗？当然，特别喜欢。你拿什么喜欢？打工仔？你拿什么养它呀？你说的没错，沈太太。我和商界成功人士，也就是你们这些有钱人相比，我就好像路边的一块小石头。可是我和我的同龄人，那些没有家世背景的人相比，我算是优秀的。我从一个小职员做到了公司经理，如果不努力，如果没有实力的话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当然，我只是一个小公司的经理，和你们大集团没有办法相提并论。你确实很会抓住机会，可是葡萄心里有人了，他不会喜欢你的。不就是李小俊吗？他有什么呀？只不过是长得帅点儿，有女人缘罢了。你很了解啊。可可姐是我的前同事，又是我嫂子的闺蜜。李小俊，我倒是了解一些。那他跟王可可的感情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好什么呀？结婚当天可可姐就逃婚，后来又和婆婆处理的关系不好。反正结婚没多久，她就经常跟我嫂子诉苦。我看那个李小俊，嘴上说不喜欢葡萄，暗地里肯定给了葡萄什么暗示。要不然葡萄怎么可能傻乎乎的去喜欢一个结了婚的男人？我看葡萄就是太单纯了。别把张静静安排给我。那这几家公子，你看上哪一位了？我哪个也没看上。你爸对健健的印象不错，你不会让你爸不高兴吧？别忘了，李小俊的事儿是我在帮你哦。已经发了2次奖金了，是时候把奖金给撤了。撤了奖金，你是在帮他还是害他呀？我是在帮你呀。在帮我，在帮我，你就应该一直给小俊哥发奖金，帮他渡过难关啊！你真的想看见李小俊和王可可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？其实我心里挺矛盾的。那就把李小俊给忘了吧，也省得我给你出什么馊主意。要是让你爸知道了，我可倒大霉了。那可不行，我都听你的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让他们知道没有奖金的日子是多么难熬，然后你再告诉他们钱是你给的，那他得多感谢你啊。袁经理，这个月工资怎么这么少呀？现在公司实行的是年薪制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这还好，平时有点奖金，要不这么点钱，你说怎么活呀？奖金啊，没了。奖金没了啊？为什么没了呀？怎么，发奖金的时候意想不到，现在不发了，你也想不明白啊？人都往好里面想，对不对？好了的时候呢，就想更好，这谁愿意往后倒着走？老板到底怎么想的？摸不透。您对李小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您是希望我对他好，还是对他不好？当然是对他好。停奖金是因为我另有安排。那咱们的项目可以启动了吧？咱们于公于私都不会让你吃亏的，预付款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沈总的实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怎么说，我沈兰佐也是在商界混了多年。你需要什么资源，尽管开口好了。有钱咱们一块赚，有什么不好？能够和财贸双全的沈总合作，是我的荣幸。怎么了？奖金没了。奖金没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人家发的时候嘛，也只有我一个人有。当时那老袁还用一种特别奇怪的眼神一直在看着我。那你说现在没了，他们连个解释也没有。那当时这个奖金是谁批的呢？是谁给你的呢？我们部门一般没有发奖金这个习惯呀，就算是有呢，那也是老袁支配的。那有总比没有好吧？肯定是你前段时间表现特别突出，奖励你的吧？要不然，也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这倒也是。那看来我最近还得要努力啊。
加油！孙倩呀，你说的对，房租钱呀就该还给健健哈。毕竟他刚开始工作，底子薄，攒点钱留着以后结婚用也是应该的啊。你这不是刚发了工资吗？给健健吧。妈，再缓缓吧。豆子在学长笛，马上就要交学费了。每个月的钱就攥到手里头，这么怕拿出来啊？妈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这家里吃住的费用您那儿出，我的工资就负责豆子的花销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拿我的钱还给我儿子，这像话吗？哪有老妈给儿子还钱的？孙倩呀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怎么了？这房租本来就是要还的呀。而且，房租一直都是从实在的工资里出的，他工资不是一直在您手上吗？再说了，这次是健健帮了咱们，那要是换了别人帮了我们，不一样要您这儿还吗？哦，这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点工资呀！我告诉你，你想当这个家呀，还轮不到你呢。反正这钱是健健出的，还不还，您看着办。你想媳妇儿熬成婆婆，那还要看我是不是还活着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拉个脸啊？没发奖金，妈，这个月咱们又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为什么奖金没了？为什么不发了？什么为什么呀？那不发就是不发嘛。再说了，这本来也是意外收获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啊，一有钱就烧得慌。幸亏我让你把那洗脚盆给退了，要不然你现在还得后悔。这是我们孝敬您的，也是应该的呀。买那么贵一洗脚盆，你以为那洗脚水能当汤喝呀？还是顾着吃吧，以后一定要学会节俭。嗯。哎呀，果儿，啊，果儿，你这急急忙忙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帮我介绍点客户啊。倩，赚钱养家不应该是你老公干的事儿吗？为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在努力啊？没有，这没有大豆子以前啊，我们俩的工资也够用。可是现在吧，大豆子要上培训班，1小时200，我哪收得起啊？你不是那个男朋友是什么大老板吗？让他那员工都买份保险。倩，你要不要过得这么寒酸？你真的就差这点钱了？哎呀，我到时候给你回扣嘛。谁要你的回扣啊？主要是这2天我和他……你们掰了？我就说嘛，你就是3分钟热度。怎么说话呢？好了，你就帮帮我嘛，啊？行吧，看你这可怜真实。谢谢啊。倩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你觉得你值得吗？刘经理，我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，虽然我没有干过销售吧，但是能够与人友好的沟通是我最大的优点。您看，要不您再帮我推荐推荐吧？哎，好，那谢谢您，有消息您给我打电话啊。嗯，再见。哎呀，可可啊，怎么样？你的事情处理的？还不知道呢。哦，哎妈，你怎么这个点来了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
小区啊正在搞一个慈善募捐活动，我把我家里不用的东西啊都给捐了。要想来你这儿看看有什么不用的，把它捐了，正好家里也清洁清洁啊。那几本杂志我都看完了，你要就拿去吧。好好好，哎，这个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你有消息尽快通知我。哎，再见。哎，这一早上，坏了，我的 Michael Jackson 呢？哟，这还迈克杰克逊的 CD 呢，还原版呢。哦，原版的。拍卖的时候我必须拿下。美琴，这是你捐的？是。你看你们两家，真可谓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。都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了。是。不错啊。哎呦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，美琴，这是你捐的？不知道。我说亲家，你老人家什么情况啊？我不知道。怎么可能呢？按你老人家的性格，送出去的东西，你怎么得过目看看经路啊？你什么意思，老王？你说我故意的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呦喂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有一个开房被抓的女儿啊，现在又有一个捐避孕套的亲家，你让我在这小区怎么混呢？我真是，哎呦。都捐了？捐了，捐了，都捐了。啊，那个我那盘 CD 呢？CD 啊，什么 CD？没注意。就是 Michael Jackson 那盘呢。啊，捐了，捐了，都捐了。哎，可可啊，我说你和小俊怀孕这事儿啊，你可得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加油哦。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除了大姨妈那2天，我们俩天天没干别的了。好好好，好孩子啊！你妈在这俯首帖耳的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妈她那体格她也盯不住，她在这待一会儿呢，她自然就会走。真走了，走了。老公，你真厉害！老公厉害的还在后面。看来你这个姐妹儿真的有点不怕死的精神。她这人个性就是这样，想到一出是一出。本来我也想帮帮她的，谁知道马上就被她那个狡猾的伯伯给识破了。看来她在家里是待不住了。是啊，所以说你能不能帮在公司安排个职位啊？公司实在是没有空缺，要不然我能见死不救。哎呀，我这个可怜的朋友啊，他的人生怎么那么坎坷？每次找工作不是被人陷害，就是替人顶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还替人顶罪？对啊，他这人做事啊，就是勇往直前。
所以说，哎呀，那他能做什么呢？除了财务，他基本都能做。我的一个合作方好像正在找私人助理，要不然你让他去试试。私人助理好呀，私人助理他肯定能做好。小程程，谢谢你。我又成了小程程了。哇，你这招太厉害了！下次我婆婆要是再让我怀小豆子，我就跟她玩这招。到时候我再把那碟送给你啊。王可可，这次你可要好好谢谢我了。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给你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。哇！什么工作啊？啊，明天10点准时面试，千万不许迟到啊！我该怎么谢谢你啊，大果果？哇！哇，你真是神通广大哎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妈，我走了。哎，可可，吃早饭。我来不及了，我今天要面试。怎么能不吃早饭呢？不吃早饭容易得胆结石。不会的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，等到了我这岁数啊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走了啊。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肚子疼，突然就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可能是老毛病。走吧。喂，爸，你在哪呢？你到我家来一趟，我妈病了。哦，那你快过来吧。这笔单下来的话，你们骑士公司至少能赚几十万呢。为了这起赎案，我得投入整个销售部门的力量，似乎有点不太符合经济效益。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知道你程总小生意看不上，我也不勉强了。但是今后有大单，可别忘了弟弟我呀。你放心。啊，对了，我怎么听说你要面试新的助理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没有时间观念，来了也不用了。好点没有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呐，到一定岁数，他老了，身体呀，各个零件啊，他都坏了，得维修了。我看啊，你就是一个问题。哎呦，行了。我说老王啊，您是医生，我是护士，护士长那是半个医生。这医生和护士能一样吗？你就别操我的心了，行吗？你操操你女儿的心。我还真担心啊，我们家可可这次面试不知道怎么样啊。我估计啊，悬。你看她今天几点走的？快11点了，她才走的。那到那儿堵车，她不得迟到啊？悬。哎，您不是故意闹肚子吧？哎呦，王金国，我觉得你这人，你这心眼儿，你得多小啊！哎，王可可，你闺女儿，我儿媳妇儿，她找到好工作，我会拦着吗？你不是想把我们家可可拴在家里生孩子吗？就你女儿那性格，你瞅我拴得住吗？是，咱不说他了。哎，你要是真闹肚子，李美琴同志，我得嘱咐你了，今后饮食上，那可得清淡再清淡了。我懂，是吧？像这油条，啊，一些。哎，这油条啊，低油的，我自个儿炸的，知道吧？橄榄油健康着呢。行了，再怎么再是油条啊。哎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